色。啊，伊伫色的内底当中，会参着讲，即物件内底当中，伊足复杂，无清无楚就三六袂回来，无清无楚就三六袂回来，你听无？所以讲对嘛讲，啊毋对嘛讲，啊对嘛做，毋对嘛做，安尼啦。啊，你甲看，你迄个色要转移有重要无？有重要无？迄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因为你若认无重要，你毋免来修行，你嘛免来听课，你嘛免来做大声，你毋免来，啥毋免来？因为我无需要，我才会来。但是咱来就是真正你有咱的地强成弱。你有咱的地强啦，咱的地位较强起来，就简单讲个，要甲咱即物件，要甲切落清气，要甲切落清气啦。所以，互咱即个囝会当照见五蕴皆空。无，伫心经的内底当中就讲个，照见五蕴皆空就是咱。但是咱要怎照见？咱要五蕴色受想行识，咱要哪有这个皆空？因为咱的色、受、想、行、识，这叫做五蕴，哦，叫做五蕴。迄个蕴就代表叫做阴，叫做黑暗。但是你有这色、受、想、行、识，甲攀缘伫这八识变了的色的内底，你会将对着五蕴的路线去行，你会行对黑暗去行。所以呢，因为你若无定，嘛无起来了后，这五蕴。就做你的主人，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后壁迄个色，迄个底是要超大，啊底是要超什物件？超成色，色就是一切形形色色，受就是感受，想就代表想，行就是做出来，色就是迄个底性的色，就是迄个后壁咧主宰着头前迄四种的物件，啊迄个色。因为迄个出头，迄个出头，咱内底有内心世界有一个出头，迄个叫做色。人安怎讲呢？你较色鬼，你这色翘翘，无啊？迄个色鬼、色翘翘啊，较色鬼，迄就是咧骂咧家己内心世界迄个哪个迄个色，迄个色比色变迄个色。啊，恁今日修道，就是要把迄个色甲修掉的，要用着。智慧来处理代志，所以六祖安尼甲伊讲，伊讲即句话哪咧？学道相无自性观，种有自佛同一类。咱六祖规定，而这六祖单经，下这第六品，下这忏悔品的内底当中，上后半段就是讲六祖单经第六品的结论，伊用着20句的无相颂。甲咱讲咱内心世界，伊讲你这学道之人哦，学道之人了后，你这个学道之人，相见哦，相无自性观。你讲你时时刻刻爱去观察你家己这条心，我请问你这条心要发脾气，你该控制得了？你的喜怒哀乐，你该控制好势袂？你控制袂好势，迄种叫做色。哦，若听到一个足欢喜的。哦，欢喜啊，挡袂牢，对不对？无要紧来讲讲有听嘛，感觉安尼，家己也足艰苦的，因为控制袂了。你听了一句足受气的，你控制了袂？我翕袂当，我现甲你听出来，因为你无法度观察到你家己迄粒心的起心动念，你掌握袂了。你哦，你家己放纵，你家己迄个贼王，迄个色地，迄个色鬼，迄个物件，迄个做代志。因为迄个人开始咧颠倒，啊，你就好人烦恼啊。所以做是非的内底当中，拢迄个色的内底，迄个色翘翘迄个物件，所以迄个就是咱拄则讲的，就是咱害咱一世人，啊嘛足惨的，互咱去轮回，就是讲迄个物件。毋过呢，咱学道上于自性观，学道上咧伊讲学道上于自性观，哦，上于。观了迄个家己的本性，迄个本性的起心动念，你会足清楚的啦。啊，若安尼你控制你家己迄个色神，控制好势，你无你会足挑衅，迄项袂做代志。啊，若你情有自佛同一类，你含佛都共一类，安尼对啦吼。伊甲讲，但有心中有罪言，各自性中尽忏悔。伊来甲讲讲，对。
修学内底当中，人生咱来做众生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就是轮回来，第二种就是成业来。敢是安尼？成业啊，宿命，我今日去成业，迄个业叫我来，我无来袂使呢。迄个业若去叫去做对，无去做对袂使呢。迄个业若拖你去做，你去做袂使呢。迄个业是可下物件呢。迄个业换一个解释叫做引导，你无去袂使呢。但迄个业是成什么去的？成你做的因去的呢？你前世人的因是做什么因？迄个业就拖你结什么果呢？你讲我世人做人，我后世人做要做人，搁后世人我嘛要做人。你讲要做人，当做人，我要做佛的，我要做佛，敢袂当做佛？我要来做菩萨的，我要来做菩萨，敢袂当做菩萨？不是你说的算呢，毋是你讲的准呢。迄个你做迄个因，甲你拖起来呢。迄个因甲你拖去去做，迄一定原因呢。迄个意味我袂甲你拖呢。毋但即句话安怎讲，你知无？叫做自作自受，敢是安尼？迄你家己做，你爱家己收的物件呢，迄个毋是别人甲你做的呢。啊，所以讲一句话安怎讲？可怜做人有啥物物件？有可恶之处，敢是安尼？迄只无了台，迄只无了台哦，可怜无？但是伊太较可怜的做公台，伊前世人所做的迄个可恶之处，你无烦呢？迄只有真是用台，你看出可怜对不对？你看会可怜，但是你无看到伊用台呢。一个祖囡仔20外岁啊，我甲你讲的，中国大陆安尼穿甲足时髦，穿身官鞋，穿衣袍，化妆嘛甲足时髦的祖囡仔，双手扣咧，用迄个大链扣咧。后面从来只要你来青山，一个20外岁的祖囡仔，你来青山呢？有可怜无？迄个中国大陆人，我一个这团就代表讲可惜。像20外岁，伊会向来青山，因为甲看伊的结果的，当知讲伊贩毒，伊卖毒，伊可怜出人有可恶之处，伊就是因为伊去卖毒，今日去这毒然后没有成，害死偌济人，你知影无？但是无法度，是安怎伊会去做这代志？伊就是互伊的识，伊就是互伊即只毛开落去。什么人害咱呢？啊，什么人去即我去做的？啊，什么人害我的？什么人害你的？什么人害你去做的？你若无要去做，什么人拖你的行？敢是安尼？是毋是咱家己戆？咱就是无智慧。所以你讲学道俗，你讲但向心中除罪业，听好哦。但向心中，咱内心世界，什么人讲无做业处？日日劫来啦，什么人讲伊无做业的，无做罪人业处？大家都有，是较少尔，敢是安尼？所以嘛，因果叫做无相合。但是因为咱会当对咱内心世界，把咱过去深的恶缘，甲浅的恶缘做一个描出来，各自心中真忏悔，内心世界。咱今日去忏悔，该去忏悔。啊，我无做毋对，是要咱叫我忏悔。忏悔无代表对别人，听好无？忏悔无代表对别人，忏悔无代表你做对甲毋对。因为内心世界忏悔就产生了你即物件，你一直咧切，一直咧切，你家己一直咧切，咧切你即物件。你忏悔毋是对别人咧忏悔，你要搞清楚。因为你内心世界若无光明。你人生的地位就走袂起来，你永远就做那，做迄个参像咱不是讲无魂有体就超人，无魂有体就超人，我就是有啦，我就无魂有体啊，就体啊，就超人，无路用啊。啊，人生就是安啊，甲所做的所行的物件，就是无公平的物件，哦，无公平的物件，你人生所做的物件，做众生的代志。你无做着你家己自己爱的物件，迄叫做什么物件？迄叫净土。所以咱学道就是应清入了道学，清入心性的物件。那安尼当中呢，咱今日佛陀甲咱讲一句话，咱做会咧甲咱讲一句话，安怎？但闻大乘，但闻大乘即忏悔，拄邪行净即无罪。伊就甲你讲，今日咱大家真幸运。
咱无着一贯三宝心法，宪法考法活动，以顶悬的宪法考活动来做教上二来做当去做一句话来讲，伊安怎讲？讲无学法者何为？无学法者何为？最上、最尊、最上、最地三世诸佛从中出。听好哦，无学是讲啥物啊？无学是讲宪法，无学法者是讲智慧。无学法者考法，伫咱道中宪法考法活动，到了后面已经走向解脱。那安尼当中，伊后壁三句的最尊，听好无？迄个无学的最尊，迄个法者的最上，迄个 permit 的最低。这三个意思讲，清净发心、圆满报心、千百万年化身，有就是咱宪法考法活动。咱今日有得着这殊胜最尊、最上、最第一的三宝心法，但是这是咱这世人才有福分。咱唔通你这世人都错，那安尼你等到后世人来，你的机会就无去。这是而且人讲啊，足坦白的话，那足实在话。咱来遮，唔是我坐坐咧半步过来。我真正要来遮了解一寡圣明之学、大乘之学，内心世界要甲保护着历劫的无缘，我爱自信恢复我这物件叫做台湾囝儿性清净，安怎好？这个非常难的，嘛请着咱信任王点老师啊，咱个王点老师的孙啊王小姐王老师今日要来甲咱特别甲咱开始拍拖接触之框啦就是咱叫接触法的这个框打不开，今日要甲咱拍开啦好听啦学这个所在，讲伊做一个后面，最后祝福咱大家身体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谢谢。大动平起立。感谢父亲人慈悲前